为了一举剿灭倭寇的老巢，他的4000精兵打了1天都没能攻入城内。戚继光深知这场战斗想要打赢，就必须让装备轻便的僧兵们从倭寇后方打开城门。他饱含热泪地站到了30名僧兵的面前，红着双眼哽咽着为僧兵们送行。你们马上就出发了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回来，但是我别无选择，这就是战争。战争就是要有人牺牲。兄弟们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谢谢，我敬各位师傅。所有人端起手中的大碗，以水代酒，一饮而尽。戚继光也依依不舍地拍着月空的肩膀，出发。看着僧兵们全都视死如归的转身离开，他的心里百感交集。然而当僧兵们一路披荆斩棘地赶到后山时，却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致命的陷阱，单单为了躲避机关就已经耗费了大量时间。僧兵们只得一路狂奔加速冲刺。就在他们来到倭寇阵营的后方时，却发现这里的守卫已经远远超过了僧兵的人数。突然前线响起了阵阵火炮声，他们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只好拼尽全力上前迎战那10倍于自己的倭寇们。为了给前线部队争取时间，师兄岳剑立刻挺身而出，让众师兄先行一步，自己则抄起铁棍独自上前拖住倭寇，却奈何倭寇们人多势众，岳剑当场就被倭寇们的乱刀捅刺身亡。僧兵们只得强压愤恨，继续从后门深入倭寇前线执行任务。在城外等待的戚继光见僧兵们迟迟未到，只得下令发起强攻。然而在倭寇们的连续轰炸之下，整个部队也只能边攻边躲，迂回推进。就在此时，戚继光突然看到胡军门竟也手提大刀，跟着士兵们一起在前线冲锋。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杀倭寇啊！你是文官呐！这时候分什么文臣武将，有口气就得上。看着戚继光的军队已经发起了全面进攻，倭寇们也变本加厉地发射着火炮和鸟铳，不费一兵一卒就将戚家军打得七零八落。就在倭寇们洋洋得意之时，岳空率领的僧兵部队终于杀到了倭寇的前厅。20几个僧兵奋力迎战着数万名倭寇的堵截，顿时让倭寇们慌得阵脚乱作一团。城楼上的倭寇们立刻发动鸟铳，瞬间就将多名僧兵射杀身亡。戚继光一看到倭寇们已经腹背受敌，便立刻下令趁着倭寇装填火炮的间隙，让火器营的士兵们迅速占领高地，对着城墙的倭寇们迅速射击。岳空听到枪声后也立刻冲上城楼，独自对战上千倭寇的夹击，赶向了炮台。可他刚打掉了第一架火炮，就被倭寇们的鸟铳打中了胸膛。他强忍着剧痛迎战着潮水般的进攻，终于找准机会一脚踹翻了日寇头目，却又被对方反手一刀戳中了胸口。重伤之下的岳空已是腹背受敌，眼看数千名倭寇就要全部涌向自己，岳空便使出了所有力气将火炮挑起，奋力一跃将其打下城楼。在城楼下的师兄们一接到火炮，便合力抬起，一路冲到了城楼门前。在围剿的倭寇们到来之前，迅速点燃了火炮，整个城楼瞬间就被炸成了一片火海。倭寇的大门也终于被炸碎，戚家军立刻全员出击杀入城内，却发现这里早已是横尸遍野，无人生还。数万倭寇已经被30僧兵们全部剿灭。